看標語。係啊，主席係即係對於係東涌89區建校呢一個項目啦，我睇咗局方提供嘅文件啦，我覺得係即係值得支持嘅。就亦都係實際上有咁嘅需要，整份文件都係實事求是嘅。咁亦都啦嚇，就因為我比較排得後啲啦，咁所以有好多嘅問題咧，係局方已經啦嚇，係即係喺答其他議員嘅時候咧，已經係即係解答咗㗎啦。所以剩翻咧，佢只係有一個問題嘅啫。嗰個問題咧就係即係關於係嗰個係因為嗰個呢度嗰個土質嘅問題啦嚇，你需要係做呢個係即係土力工程加固，因而咧你要係即係俾多係8700萬嚇，呢個預留8700萬。咁我留意到咧嚇，就係喺第13段嘅度咧嚇局方就話你係喺呢個係總共咧嚇係有8幅預留建校嘅土地咧。由於係由不同嘅係即係政府部門而家使用緊啦，就係要到2028-29年咧先至會歸還翻俾教育局嘅。咁我想問一問咧，呢8幅嘅土地係咪個土質狀況都係同而家我哋講緊呢一幅嘅係相同嘅咧？我嘅意思就係話，你哋有冇考慮過，因為呢度嘅土質狀況係需要係使多係8700萬？從而咧係去再睇睇呢8幅嘅用地會唔會有機會係即係同其他嘅政府部門去係 swap 換咗佢，係可以慳咗呢8000幾萬嘅係土質鞏固嘅費用咧？請副局。好多謝主席，多謝龍議員嘅對項目嘅支持，或者就住個土質嗰方面咧，我哋掌握就係主要即係第89區係一個即係填海區啦。咁喺其他唔同嘅區裏邊嘅地塊咧，咁其實就嗰個土質嘅情況應該都不盡相同嘅嚇。咁將來我哋去開啓即係嗰個嘅建校計劃啊，或者喺即係嗰個有任何嘅一啲真係新增嘅學校嘅時候有咩諗法，我諗我哋都係會同發展局同埋建築署嘅同事保持一個緊密嘅溝通咯嚇。咁嗰個雖然我哋預留咗唔同嘅用地，但係都唔會一下子要起晒嘅嚇。咁但係當然即係有一啲嘅都有先後緩急嘅安排咁樣。咁我哋都一定係會從一個造價裏邊或者即係點樣。不過個問題就係，如果唔係愛嚟起學校，可能喺即係都係愛嚟要做起其他嘢嘅嚇。咁可能係慳咗喺學校嘅錢，其實有一樣第二個部門都係要出翻咁樣。咁所以我諗就喺政府裏邊，我哋知道即係議員嗰個關心嘅，即係就住即係我哋唔想，即係除非嗰塊地永遠空置喺度，永遠乜都唔起嘅啫。如果唔係，你當要起嚇，即係其實學校嗰個已經唔係話要打得好深啦，即係我哋6-7層嗰個即係已經相對可能個工程或者有啲更加複雜啲嘅項目，可能即係我唔係專家，但係即係可能我諗我哋喺呢方面同住相關嘅政策部門保持一個緊密嘅溝通，明白議員嘅關注啊，多謝。